讲就是中国呢是一直咧笑想咱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强调即马发现讲，这全世界第三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清泉通瑞微电子等有11间的这中国企业，涉嫌假造是台资外资等方式，伫咧台湾的非法设据点，透过找工课平台，甲台湾的高科技人才污走。其中呢，有这新的检方去查的爱科微电子，也有金泰克半导体呢，就甲台湾的人才救走50人啊。调查官大规模出动派上百探员，搜查全台湾30外位。伫这场查缉行动，目标锁定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11家中国企业非法这台挖角高科技人才的案件，重要的踪迹包括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互人点名的有全球第三大代工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入围中国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企业的清泉通瑞微电子，也有已经成功救走英特尔、微软等企业人才的上海混合智网，也甲爱科微电子、中英电子、上海东升智能、澳海科技等11间中国企业，利用我国求职平台刊登高薪征才广告，非法招揽具半导体 IC 设计、储存晶片等科技研发背景人才，协助中国企业从事半导体高科技研发，迄今已挖角超过50名研发人才。敢若新竹检方调查的其中2间爱科微电子加金泰克半导体救走的高科技人才，都超过50人。调查局分析，中国企业假造是台资交外资来台湾设据点，也是无经过许可伫台湾设设研发中心，涉嫌由救济平台招工程师诈资源来倒扣，有互劳工劳健保，啊毋过是伫国内的人力顾问管理公司投保，互人查无。只要是高阶的人才的位置的话，其实全球都缺，所以说他们一定会开高价来投入这个方面的人才，就晶圆代工才是最主要的部分。重力属性啊，过去这是养的过程，然后套出相关的专业的这个技术或者是 know how， 那套出来之后就把你丢诸一旁。中国企业开出来薪水超过行情真济，学者提醒，小心这都是陷阱，都惊互人当作免洗地用纸捣蛋。啊，毋过对方用真悬的薪水污咱的人才，威胁咱国半导体产业，安怎留高科技人才，保存关键技术，相关议题必须爱重视，才会当互台湾继续维持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